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1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刘正昌上午伫咧总质询，除了替中华医术科技大学的师生来请命，要求彻底解决当地水患以外，嘛替后壁里附近3个里，多年来拢无一个公园绿地，强烈要求市府爱并预算来兴建。议员刘正昌表示，林地后壁区是南关山的中心点，附近3个里3万多人的生活圈，竟然拢无一个休闲公园。伊强调，3年前地方评估2000万地动建设，而且前市长赖清德任内已经答应要编列预算，不过到达犹原遥遥无期。上午总议顺再次替当地居民向市长请命，积极来争取。因后壁是目前的中心点。咱市政府若要将土地人若要甲买，讲照市价搁较悬，出价较出都出袂出来。今日要甲征收，你甲讲3成半价。毋是征收啦，算若讲愿意，因为有的人为了要等已经划做公用地吼，要等甲政府有这个财力来达征收，可能要等足久。所以如果愿意先用比较这重点的所在，你就要想办法来突破。那像你讲吼，遥遥无期啦。得，如果住户地主愿意，比如说用3成或是半价的这样的价格来让售，我们这个部分咱永康有这个案例，就是用半价，愿意卖互市府，这个咱会使优先啦。第二，就是讲这附近3里，若拢找无，是毋是有可能，比如讲有大塘的土地，还是讲有迄个国有土地，咱先用租的，还是先用这个半用的，先来做一个公园，先互大家来使用。等于讲，即马最大的困扰就是迄个征收的费用，因为太悬。另外，议员嘛关心林地太乙港区附近暗时拢会传出阵塑胶味恶臭，已经引起当地民怨，要求环保局依照空污法严格稽查。对此，环保局长表示，针对这款非法伫空地焚烧污染，已经伫当地进行24点钟的监控，来保障市民健康。但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对饮水较大，加上这个礼拜阁有一个强烈的风台要来，议员林养怡上午就提醒市府，等待风雨过后，一定要动员社区加强来清除滋生源，才袂当避免天高热的威胁。伫8月23水灾较大，加上后一波风台逼近，议员林养怡烦恼各地产生济涌气积水，会造成天高热变为猛。上午总理顺再次提醒环保卫生单位，已经要严格把关，动员社区总摒扫来清除滋生源，千万唔通犯着3年前的错误，包括使用着过期的药剂，来全力摒台南第2档无天高热本土病例记录。3年前会死112个，会使讲世界的新闻，台湾全省台南的悲哀，当个死100几个在台南市了。现在发生的，你家知，恁绝对这样是无可能犯同款的错误。当初出来喷雾的，遐有讲过期3、4档的、2、3档的，遐个原因上大，遐个原因上大，才会死100几个人。是啊啦，到这样是2、3年，咱台南市无半个就转过了，就是夜壁恁护士当作新药啊，药有效来，包括社区林长、里长拢动起来，一寡社区大家做了足好，该迄个止水容器拢做了，你也看到这样时2档外来，咱台南市毋捌着转过了，尤其即道的水灾来了，到后抓风台了，会搁一波，所以环保局长、迄个卫生局长，这恁的责任搁开始啊，希望恁2个望我发生伫3年前的代志，落雨，咱中心的人甲社区的监测人员呢，都本来去社区，甲遐个止水容器呢拢收掉，有当一工拢已经收1000几个啦。
因内底阳性同的大概有9%左右，所以无论伊落雨，咱拢有在做，包括社区。另外，议员嘛质疑永康航道已经破损足久的点仔架道路，对30万到100多万不等的经费，虽然设计好势，嘛已经报请公所来发包，不过到达拢一直无下落，要求民政局长了解，看到需要转干务局积极来处理。对此，民政局代理局长表示，后礼拜有新查会会当重新检讨，若对着地方有迫切的需要，一定会优先补助来施作。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这届麻豆严重淹水，连带外界嘛关心到今年文旦收成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对此，议员郭秀珠上午伫咧总质询就澄清，这届水灾6个里拢是饲鱼啊，并无种文旦。所以今年的品质同款挂保证，千万唔通受到谣言中伤。会中市长嘛表示，若有一张文旦只要300块，迄就是假的麻豆文旦。麻豆文旦顶港名声下港出名，日前市府嘛才拄替麻豆文旦节行销，不过上午议员郭秀珠却相当烦恼，专工搬出当地老长的文旦，因为强调外县市拢咧好做咱麻豆文旦受到即摆水灾冲击，品质大受影响，所以才特别透过总日巡的转播向乡亲说明。即摆因严重淹水的6里拢无种文旦，而且今年采收的保证好食，甚至讲摕到买1粒换2粒。同时市长嘛加码替因宣传品质挂保证。麻豆的文旦拢老长的，特别吼迄天市长嘛有伫麻豆嘛有讲，即回虽然雨落遐尼多，水落遐尼多，无影响到阮的麻豆文旦。阮的麻豆文旦同款保证，同款是遐尼好食。大概就喊，你若想买着1粒烂的，会当摕倒来换2粒，当摕倒来了。所以迄是外口伫好做的。希望讲吼，今仔日会当透过吼市长你吼，搁甲阮斗行销者，因为为着安尼互因中伤，所以咱的麻豆文旦家户户，因为麻豆真正逐个拢是靠文旦伫咧维生，一年较收成一届。阮麻豆嘛足侪见地，因为即摆种做只有剩老人啦。老人伫厝里种文旦，所以这个文旦伊较无当去。咱麻豆的重要的经济来源啦。即摆每一户差不多拢存足多啦，有栽文旦的拢存差不多1万外斤，是毋是拜托市长吼，台北遐，不管咱各部会，若是即个伴手礼1年较1届尔，是毋是拢会当送咱即个麻豆文旦？即届大家可能会烦恼讲823水灾。是毋是咱麻豆文旦有受灾，品质会受影响？其实实际了解，咱麻豆这6个里，即个823水灾6个里有淹水，这6个里拢毋是种麻豆、种文旦的所在，拢是养殖较济。拢是饲鱼啊较济。所以咱消费者、全国消费者大家使放心，迄个尽量来购买麻豆文旦，品质绝对没有受影响。麻豆文旦赞。确实因为外界对着即摆麻豆淹水的影响深刻，所以议员会中对来检讨抽水机组的平台放了上低，嘛要求救灾指挥权下放予公所。同时对着公所有4台救援的电动竹排啊，却无莫大一直下咧，要求一定要好好利用资源。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即马台南市老大里人的人口数已经是6都内底排名第2。为着要提供予台南市的长者更加优质的照护，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在号上午前往东区的1公里活动中心，甲社区的长者运用着智慧的医疗器材量血压，伊也分享着对未来长照医疗的规划。民进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甲一个议员候选人在号上午前往东区1公里活动中心，甲社区长辈运用智慧联网医疗器材来量血压。因为现在台南的高龄化已经是6都第2关，所以黄伟哲嘛强调，如果担任台南市长，将会积极推动智慧医疗，运用人工智慧长期追踪长辈健康状况。如果资料出现无正常，买当马上介入帮助。那我们的医疗政策主要是要深化、强化现有的一个市府在推动的医疗智慧医疗、健康医疗的这个政策。那我们今天来体验
在社区在关怀中心里面，所以可以提供了一些血压量测的动作。但一般来讲，血压量测过去血压量完了就自己就回家了，但是现在不是，就有一个智慧健康卡的使用，我们量完血压或做完一些基本的检测之后，可以及时把资料上传到云端。那借着这个云端，会有一个个人的资料的这个联络簿。那1天、2天，经年累月，这样长期追踪的结果下来，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或一些长期趋势的不正常的话，就可以借着通知你的医疗院所，或是通知你的关怀中心，甚至通知到你的家人，来及时这个带这个资深我们的长辈去进行深一步的这个医疗跟检测。目前台南市37区已经有300个智慧型的血压量测站，有推出聪明健康的 App， 第一时间会当记录长辈身体状况。有外地工作民众会当透过 App 来关心长辈，达到预防早期治疗的理念，有效降低长辈重症的风险。电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高书博10号邀请前行政院院长陈冲来到台南，甲乡亲座谈，探讨到调起房屋税是违反着宪法以及人权的，嘛呼吁台南乡亲要站出来，伫咧年底用选票来起义。前行政院长陈冲10号来到高书博竞选总部举办房屋税座谈，请节台南乡亲到场支持。伫座谈会上，陈冲嘛讲出，台南市起房屋税政策是违反宪法，嘛违反土地法第187条，拢是违反人权。另外，陈冲嘛指出，看到高书博对着慰安妇事件回应，会当看出伊是一位有逻辑加理性的人。呼吁台南人11月20日爱到后高书博。听到高书博候选人谈到有关的慰安妇的事情，你们就可以发现他的逻辑非常清楚，他对于法律的素养非常深，所以一个问题他到他手上，他马上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做一个剖析，我想他的基本逻辑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全体台湾人民的事情？那我们要问说，韩国对于日本是不是有做道歉？有做一些赔偿，如果这个答案都是有的话，那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不出来说要求日本做同样的事情？我想那个高候选人他刚才讲得很清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为人，他不会因为说他处的位置不同，他原则会改变。我想这个高书博委员会把他当年所有他做这些事情很热心的一些事情包括当初抓山老鼠等等这些事情那个热忱会用到台南市人上面来。高书博嘛表示，民进党伫台南执政20多年，市政建设时常以经费不足来暗砍行政上的无作为，甚至也去大起房屋税，物价民怨四起，所以呼吁民众做回来起义。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苛政猛于虎啊？苛政猛于虎啊！我们台南市是瞌睡猛于虎啦。瞌睡猛于虎啊！咱台南市在场所有的乡亲，拢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这也是阮今仔日上重要的目标。大家拢是咱台南市独一无二、全国最坏的房屋税的受害者，而且天灾频传、官僚杀人，历史课本上这是已经要改朝换代的时间啦！拜托大家，咱唔免像以前安尼，摕武器起义，但是选票起义，11月24，互咱大家伫台南市起义成功。电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是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我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海峡两岸因为传统的民间信仰，双边一直有持续的往来。在河即天，厦门的两岸儒释道传统文化促进会，就招团来到台南四昆新龙山寺来进行交流，共同要来发扬着清水祖师的信仰文化。四昆新龙山寺是清水祖师伫台湾的开基祖庙，伫促进两岸民间信仰交流扮演真重要角色。在河即天，厦门两岸儒释道传统文化促进会副会长马一鸣，就率领厦门艺术家张宏以及刘峰，将一尊大陆知名雕塑家马新博所创作的清水祖师神像赠送给龙山寺，共同来宣扬清水祖师的信仰文化。这一尊那个清水祖师呢，是我们大陆的这个艺术家那个马新波教授他创作的。那这一尊是缩小版，那这一尊的大稿呢，现在已经在安溪清水岩祖庙已经做成石雕了，这是15米的啊。那这一次来呢，我是受我父亲的委托啊，就是为了促进我们两岸清水祖师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我受父亲的委托呢，就想说把这一尊捐给我们的这个龙山寺，那我是期望说，看将来有没有机会跟我们台湾的这个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能够有这个机缘来共同来探讨，看看有没有办法举办一个清水祖师文化的书法方面、艺术方面的展览。厦门两岸儒释道文化促进会即摆来到台南，其实也阁有另外一项任务，就希望龙山寺会当斗三工出行全球清水祖师书画顺典来到台湾布展一项目标。这届吼嘛真欢喜吼，咱这个厦门遮艺术家，拢为着咱的清水祖师吼的文化，过来遮咧推广。因为阮庙里吼。是咱迄个台湾吼清水祖师文化交流协会，阮是创会吼，阮是创会，所以讲咱这个文化交流协会呢，嘛非常的欢喜。这是算一个清水祖师的文化，这艺术包括伊的书展，吼伊的书法，拢有遮个教授，因非常的热心，所以讲因这边来到咱台湾，阮庙里吼，阮龙山寺嘛非常的欢喜。嘛会当讲来甲因做一个交流，人工看会当吼，阮头来像咱祖师讲吼，咱这个文化，伊的一寡艺术品，包括伊的书画，吼，会当来到着咱台南遮，会当来展览。四昆新龙山寺嘛表示，福建清水祖师书画顺典，若是当伫台湾展出，不但伫两岸的宗教艺术文化交流有相当大意义，嘛让加深两岸人民的情谊甲和平。对着书画展览伫台湾展出的代志，庙方嘛甲台湾清水祖师文化协会秘书长陈世川甲干部共同协商，要全力促成这项美事。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天气慢慢开始转凉冷，侪爱食火锅的民众嘛开始找找台南好食的火锅。对于高雄起家业者今年来到台南开新店，并且佮推出了一鼎2只的食法，酱料佮是运用着数10种的中药去炒出来的，口味相当特殊。一开店头家就伫咧厨房内底帮因煮食大量的葱仔佮番仔姜，佮搅入事先用数10种中药所炒出来的特殊酱料，一日鼎大火一开，芳开就传满了规间的餐厅。这间香辣干锅店不但有各种肉类会当选择，同时业者嘛是依照着人客要求，将料理的方式改变成为一鼎2种食法，人客嘛食了真满意。很香，那个肉炒起来之后就变得很香，然后麻那个辣也是麻而不辣，香气逼人。对，因为当初拒绝你学嘛，然后学回来，因为当初的做法是要做合菜的，对。然后经过客人的要求，然后我们再衍生出来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品牌，
是个人锅，然后是1锅2吃的这样，先吃干的，然后吃完干的，然后加汤。会当做出甲北京餐厅无共款的口味，业者表示，这拢是两大重点所制作出来。第一就是独家的酱料，第二就是大火来炒所用的老油。2个重点，一个是我们的香辣鸭酱，一个是老油，这也是从那个什么吉林学过来的，嘿。然后这2个的重点就是咸香，嘿，是干锅的主轴就在这2个。同时，业者所使用伫咧麻辣锅的鸭血以及豆腐，拢是东港煮好烧滚滚的。另外，业者也特别为爱食海产的民众推出这一点有龙虾、有干贝，用了澎湃又阁丰富的料理，佮加上店内舒适的用餐空间，无论是平常时啊，或者是假日时啊，来这的人客拢是客家满满满。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热心公益的国际狮子会300底湾区结合区内4个分会，共同捐赠了12台高级的轮椅，予台南市立病院，予就医的民众以及行动不便的患者，会当得到更加舒适、更加完善的医疗设备。为着要感谢狮子会付出，市立病院副院长钟国模也特别颁发了感谢状，要来感谢全体师兄师姐爱心。国际狮子会300底湾区结合区内的虎城、金城、吉祥以及良兴这4个狮子会联合来做爱心，用15万来购买了12台倒式的轮椅，要来捐予台南市立病院。伫咧启用以后，会当带予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患者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是病院伫台南市虽然是一个社区型的病院，但是伊的进步非常的大。阮师兄师姐大家也来，拢非常和乐。加上咱有金正议员，阁是阮狮子会师兄，伊兼会长也做过啊。所以大家拢透过伊和市立病院联络，互阮感觉足温馨。所以有伊伫的，我嘛感觉讲，陈议员会当做好即种的桥梁。所以阮今仔日来有即种自发心欢喜心。来市立病院来捐赠这种的这个仪器。另外，国际狮子会300底湾区的主席嘛表示，有真侪师兄师姐受过市立病院专业而且亲切的医疗照顾，拢非常感谢，所以才会促成这届的捐赠活动。嘛希望这届的捐赠会当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互更侪人加入行善行列。等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占地将近100公顷的南山公墓，市府即马正咧推动公墓公园化，其中公墓边仔要开辟着5座的公园，其中有一座就伫咧永兴路，即马正咧施工的公园，因为地势比较较悬，落雨时阵会将沙交土冲向边仔的徛架，互当地民众感觉非常困扰。向着议员林美燕申请，议员日前也会同干务局前往会勘。占地100公顷的南山公墓，目前正在进行公园化，计划要开辟5座的公园。其中位伫永兴路的公园用地，因为地势比边仔住户搁较悬，所以落雨的时阵土沙拢会冲到主体区，因此地方的民众非常不安，嘛甲议员林美燕登情。议员嘛会同工务局到现场会勘，嘛要求重新检视结构安全，并增设挡土墙、甲排水系统。因为它这个地形比较特殊，边啊就是南山公墓，100几公顷南山公墓，所以在开辟的过程中，民众会蛮担心的是讲，未来这个公园开辟完成以后，大碧公园因为南山公墓较悬，也地势较悬，民宅比较低一点。那我们现在在公园里面只单单设立一条水沟尔，一条小小的水沟，所以他们蛮担忧的，说未来南山公墓的水入来落雨水入来的时阵，是不是这个水沟的承载量够不够？我们针对民宅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求他做一个防护墙，就是一定要在这个墙控好甚至现在有掏坡的现象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用灌浆把它填实。然后旁边的部分，我们既要形成一个防护墙，
预防未来如果水落来的时阵去掏空他们的地基啦。工务局表示，开辟公园就是希望运用都市绿化，隔开蒙仔埔甲社区，所以刷落来伫施工的时阵，也会避免土沙冲到排水沟内底，做好临时的防护措施，会用上紧的速度研讨永久性的改善方案。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乌阴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6度至29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10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9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